Hello， 大家好，有可能 Kimino 人生学长，我是祥月 K 木栅情歌王太阳摩羯上升处女 ENFJ， 那欢迎来回到这个 video podcast， 跟大家继续讲一下我们在2025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未择之路》。写歌的时间刚好是2024年的下半年开始，乐团也蛮有机会，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有很多海外的演出机会，我们去了福冈，我们去了加拿大，在海外演出的时候其实还蛮有机会可以写出一些思考良久但没有答案的歌。比方说我们之前访问的时候就很多人说你去一趟加拿大你可以写这么多首歌，但实际上是有很多草稿，那飞机真的太长了太久了，所以有很多歌都是在坐飞机的时候整理出来的。比方说呢，专辑里面的大人大境我的心说胖给我的命，这两首歌就是应该是加拿大系列的啦。我们先说一下我的心说胖给我的命好了。现在大家听到专辑的版本是跟我的好朋友胡凯儿跟这个 producer 汤马斯先生跟这些台中的小孩子这个搞了一个我们小时候想象中的摇滚乐。我就一直觉得说，如果我今天有不小心写出一个，我还是希望可以更加摇滚，因为 suppose 大家觉得我们这10年不是那么摇滚嘛，甚至有越来越平静的趋势。但我们小时候确实是曾经有过摇滚梦，我就想说，这个歌一定要很 emo， 就那时候是先写歌词，那到了应该也是那天在加拿大，就是开车去蛮遥远的地方，我们就一直开车去一些很漂亮的公园啊，去看雪山或什么的。后来回去就开始写这首歌的节奏跟写这首歌的旋律，原本就是只有一些歌词，然后有歌词我就一直不知道怎么写，然后我就开始编那个木吉他，编完之后就觉得说哇，这个歌很 emo， 所以我回来之后就直接跟胡凯说，来，我们来搞一个摇滚乐，但我木吉他要蛮大声的，那他们就很开心的说好啊的开始这样子，也侧面在印证跟了解了一下玩摇滚乐的人会老得比较慢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俗称就是一首歌里面的鬼数越多，你就是越年轻。那他们也确实调出来的通都挺刺激的，希望大家不要因为它不是先行曲就错过这张专辑里面最酷的一首歌。那刚刚讲到另外一个也是加拿大系列的是那个大人大境嘛，那大人大境也是印象蛮深刻的是，那天就是去美国跟加拿大边境的一个公园，那个公园又莫名其妙有很多鸭子跟鹅或什么的。我那时候只是因为我们在拍其他的翻唱或者是其他的对嘴的时候，我就在等嘛，然后我就想说我弹一下吉他，然后弹一些 country style， 跟那些鸭子说呀。后来回来台湾之后就发现说，那个呀还蛮适合放在这首歌的和声里面，所以我就从呀的这个和声开始写完大人大境这首歌要讲的东西。这首歌其实放在专辑里面对我来说有一个个人意义，是因为这是第10年，就是一切的事情可以到双位数都是一个难以想象的事情。那可是当我们都变得大人大境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是会抱持着怀疑的，特别是我的同才们跟我的同行们，其实大家在做的事情是你不知道回报什么时候到来的工作，可以这么说。所以我后来还是把我跟这些工作为主的人们生活的这10年的心境给放进这首歌里面。就 even 我们大人大境了，但我们还是要很斗胆的相信自己。因为这张专辑因为拜拉雷白的关系嘛，所以我们其实写了一整张都是跟友情比较相关的歌。现在还没有讲到的歌，像卖够熊像你这，其实这首歌就是也是找朋友来一起编曲，我抓了这个也是认识10年的傻子与白痴来全部人编曲，除了不会台语的主唱之外，就这也很好笑，就是以前他们应该某一张专辑的时候要上那个电视通告，然后我不知道他哪根筋不对，他说他要唱《拱狼》，然后他打电话说：“小雨，那个，请问你可不可以就是把《拱狼》的台语发音用念的念给我听？”然后他再去上节目，然后我就觉得就是
大家也都很愿意挑战，很愿意学习这样子，因为他确实不会。然后那时候就是过年的时候写了这首歌，比较偏向是我希望我30起的后半的人生可以一样成为那一个叫人家 Michael Schumacher 的角色。那 Michael Schumacher 是我觉得我作为这个角色，我可以给予大家最多的支持跟协助。然后因为是友情专辑嘛，所以有一首歌是专门是刘哥的故事，是叫冤家。因为就是冤家是玩 gay， 然后吵架是玩 gay， 那大家会变成冤家之前就一定会吵架，所以这首歌就是在写他上一次分手的时候送人家回家的那个路口的时候的我想象中的内心心理活动。但最酷的事情就是因为 demo 出来之后，其实正哥平常是也没在看歌词啦，所以他也不知道那个 demo 到底在写什么，加上这是台语，所以他更是不知道在写什么，除非他奶奶帮他翻译，所以他其实一开始都不知道这个歌在写他的故事，是到确定要制作的时候，应该是到录音室我才跟他讲说是跟他的故事有关。他说：“真的哎。”那因为他那个台语能力有比较低，或者是他有下意识的把那个每次送前女友回家巷口有一个夹娃娃机店，然后他们两个很快乐在那边玩夹娃娃机的那个故事跟那个情境给消除吧，就是有记忆消除这样子。最后的话是。这张专辑的主题，因为这张专辑叫做《未择之路》，对我来说，很多句式都是从“缓这话会怎么样怎么样”这句话，其实就是翻译的话，就是 “What if”，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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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如果可能，或许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累积到一个阶段之后，你在讲很多的。心里面的祈求跟心里面想象中可以前进的样子都会是这样子开头的嘛？或者我们都应该要学习不要把那个没有发生的或许放得那么重，因为像《还谁》这首歌其实在写说，因为我是一个会把自己当成两个人来看待的，当我觉得我需要去思考一个或许可能更好的让我的心理获得修复的结果的时候，我会把我自己的内在人格切成2个部分，我会跟自己聊天跟对话。如果你需要一个修复，或是你需要一个未来或许可能你想象中的美好，它没有到来的时候，你可以让你自己成为另外一个人，跟自己说，那也没什么关系，反正人生是很漫长的。你如果不把你自己当另外一个人的话，我觉得好像也很难在完全孤独的情况之下，走到生命的很末端。依循的这个主题，其实就会是我在这一张专辑里面感受到的所有的友情啊，所有的时间的积累啊，所有因为拜拉雷百而生的感动、喜悦、遗憾，跟或许我也可以成为像他们一样拥有很多好朋友到一辈子的人，跟我自己的好朋友们一起参与制作的感受。这是一张真正的充满友情、跟充满友谊、跟充满朋友的专辑。